回歸嗰日呢，1997年7月1號嗰日呢，我特別有好大嘅感慨，因為喺回歸之前呢，我哋所謂香港人係真係冇國籍嘅。你話你係英國人，點會係英國人啦？你話係中國人都冇俾一個國籍我哋，所以喺7月1號嗰日呢，6月3號嗰晚特別感動，因為我人生第一次有一個國家可以叫自己嘅國家。以前冇國籍嘅，咁所以一段時間好多人都覺得自己一直話係香港人，香港人唔係，我哋而家係中國嘅香港人，幾百萬人有一個國家可以叫自己嘅國家係非常之重要。好，但係你睇下一直以嚟回歸到而家，我哋中央幾支持香港先得。而家中央決定可以啦，而大量推喺香港上市。香港其實呢個金融中心係不可替代嘅，係我哋國家唯一嘅國際金融中心。所以今年呢已經有超過150間最大嘅內地公司嚟上市。喺呢方面呢，你唔好低估為香港冇地位。香港地位非常之重要，大家都好信任香港，無論係內地嘅同胞、海外嘅人，其實都集中喺香港。香港就有一個核心價值觀，所以令到我哋可以做高質量嘅超級聯絡人，呢個嘢係無可替代。所以我一直都會繼續睇好香港，但係香港真係好有實力，不可代替。